乡亲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12月初10哦，是国际人权日。今年呢，嘛是美丽岛事件40周年。就伫40当前，1979年12月初10这天发生高雄事件。70年代的台湾人呢，人民哦，长期处伫这个戒严时期，对威权政府的这个愤慨开始豆豆累积。加上这事件，亲像1977年因为宣布造票爆发着中立事件，这款的愤慨推测着对民主的愿望，该图戒严、国会改选、改宪法等等声音嘛出现。1978年，台湾民主之父辛介先啊，组台湾这党外人士助选团，按证要伫中央民意代表争议选举当中来争取到这个实处。不过，迄当阵哦，当着美国无要承认台北政府是这个代表中国哦。蒋经国政权的经外交司、选举局司发布着紧急的这个命令，停止着选举。党外人士咧共同嘛发出着延期选举这个声明，但是政府是无要甲信道。无通过选举，党外就通过办美丽岛杂志来发出着实的声音，创刊短时间之内受到济人的这个欢迎。美丽岛杂志社咧，伫咧11月本地哦要申请着伫咧国际人权日这天来办游行，但是无得到这个批准。但是12月初10这天咧，美丽岛杂志社共款哦成员行去咧这个高雄街仔头哦来举办游行。蒋经国政权早就设好局、写好剧本，也未暴动，就先来镇压，爆发着严重的这个警民冲突。蒋经国政权就开始逮捕着这党外人士，包含着咱所信仰的这个辛介先啊吼，还有这个姚嘉文主政、林义雄、甲陈菊、吕秀莲等等这人物。杂志社嘛随风查封，当时这个媒体咧配合着政府哦，抹黑着这党外人士讲因是暴徒。不过因为这个国际这个声援、这个压力，头一摆是进行着公开军事审判，党外人士这个理念头一摆嘛，互国内外来做伙来理解，得到社会同情甲支持。后来选举咧，这个受难者的家属甲辩护律师哦，大部分拢总来当选，真正是咱台湾民主运动真值得这个纪念的这个事件。咱大家都爱会记哩，民主真正毋是为天顶落落来。今日咱要带大家来回顾美丽岛事件。所以大家都提出很多要求，希望国民党要改革。最大的3个要求就是解除戒严、国会全面改选及修改宪法。戒严令实施30年，白色恐怖气氛也无提起，台湾社会民主运动已经战魂密布。那年选举嘛，宣布停选以后，大家都在等待什么时候恢复选举。可是警总就开始要抓人，第一个要抓这余登华父子。都抓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是警总在压制这个台湾民主运动一个方法，而且开始要抓人一个信号，所以我们就集合在这里。台北断交不到1个月，余登华背景就以涉嫌通匪罪名被抓，事件被当时党外人士看作是台湾政治甲民主要搁开始紧张，也互党外人士感觉要采取行动。桥头事件发生后，各种集会甲游行伫台湾各地陆续举办。美丽岛杂志等党外政论杂志也相继发行，其中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计划伫1979年12月70世界人权日当暗举办人权大会，活动前一天，宣传车伫高山之路甲着川崎口宣传时被临检，要国检定宣传志工被抓。这美丽岛杂志当时成立时有3个目的，第一就是宣扬理念、做组织。第3是就收纳党外人士作为一个团体，当时是没有直接讲台独的，但是在美丽岛杂志发行以前，我们已经提出党外已经提出加入联合国这个观念，就是台湾是个国家，而且台湾的国会要改造，有台澎金马的人民选出国会议员组成国会，警总认为就是分裂国族是台独。
美丽岛杂志发行4期，总发行量超过40万本，目前依然是台湾单期发行量上悬的政论杂志。当初美丽岛杂志各分社区址已经消失在历史中，只有高雄服务处是高雄事件发生地点。在2004年被列为历史建筑，登录理由是在台湾民主政治发展上有历史文化意义。不过因为是私人的碎几啊岛，杂志社4期的历史分者已经无法度找找。今日台湾新港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各一届来了解到咱美丽岛事件这个40周年。首先，咱来邀请到首来宾，第一位是咱美丽岛事件受难者姚嘉文，咱的主政。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到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尤清，咱的老馆长。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国史馆馆长陈怡清。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到知韩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熙。大家好。是哦，首先咱就要请咱的主政啦，来回顾这40当前，迄当阵这件代志哦，你迄当阵嘛是个受难者，迄当时咱过去哦，因为这个事件，互遮的人吼，因为安尼关入去一遮，迄当时的这个情况，先甲咱回顾一下。莫讲受难者啦，当时讲啊足可怜是无应该安尼讲。40年前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讲是中国政府，所以用中国政府的姿态来统治台湾，讲恁台湾人是中国的小部分，所以只会当享受小部分的权利，包括考试的成绩，政府官员的数目啊，特别是国会议员，台湾人只会当占少数。啊，这个讲法伫1971年联合国。国民党政府赶出来以后，到1979年、78年、79年，美国无个承认台北政府代表中国的时，伊就开始动摇，这个观念开始动摇，台湾社会要求政府改革。伊当时上调改革要求就是第一改图改严，第二国会全面改选，第三是修改宪法。啊，美丽岛杂志社即这时就用社会种要求甲社会密力，就开始咧讨论这个问题，佮办足侪活动。啊，所以阮的活动，杂志社本身是足复杂的吼，是一个真复杂的组织。啊，有一个理念，就理念是3项，拄啊讲的3项理念是国会全面改选、修改宪法，啊个强调是改图改严。是。啊，高雄最后办这个活动，最后一条是高雄发生这冲突一件，咱讲做高雄事件。是。啊，到尾国民党掠人，虽然掠人，但是这3个。主张这3要求社会接受，所以影响足大。这3项这个咱头讲到了吼，这个改读这个万年国会啦吼，也有这个亲像这个修改这个宪法改严，拢爱甲改读啦吼。啊，最后这个事件咱等下各位好好来讨论。但是咱要先来讲吼，迄当阵这个美丽岛这个杂志，这个美丽岛迄当阵是用这个观光旅游这个杂志的这个名义来去申请吼，避过这个审查啦吼。迄当时是啦，毋是安尼讲啦。是。因为伊总结有答应讲，恁党外个新设杂志会使，但是袂使有台湾这2字，因为头前这台湾争论，即方袂使有台湾这2字。啊，所以阮太太就像我讲，啊无现在幸福，啊无咱有美丽岛，这个名嘛是共款台湾意思。是。啊，听讲伊主办人员是讲美丽岛。都亲像一个观光杂志好啊，准啦，是安尼来。是迄当阵呢，这个互按准过。主办单位就是安尼讲安准，就是安尼来。是，但是咱知影这个事件了后啦吼，咱迄当阵主政派着这个2条啦吼，就是这个停止叛乱条例吼，第2条第1项，这个意图用这个非法的这个方法来颠覆着这个政府啦吼，迄当阵是唯一死刑啦吼。这个背景吼，佮甲咱讲一下。迄当时国民党其实伊当时足矛盾啦，就因伊3个主张，不管改严国会甲宪法，社会拢无法度支持，所以要掠阮，就是讲阮拍军营、拍宪兵用这理由吼。但是伊真正讲阮是叛乱，就是讲阮主张特别国会全面改选，是台澎金马。跩人来选择国会，国民党的政府讲，毋是阮这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包括蒙古、新疆、西藏的政府。啊，恁台澎金马只是小部分而已。是。啊，你若要用台澎金马的地区的人来选国会议员，就是分裂国土。
就是台独是叛乱是安尼来，讲的是安尼来。是，咱继续要请教咱的老馆长啦。迄当时咱自这个德国拄好回来，啊，拄这个美丽岛事件，你嘛是行出去啦吼，要来做这个当事人来做一下辩护啦。迄当时这个心情有丢度无？还是讲最后就是决心要做去？实际上，美丽岛的杂志的第2期啊，我写论点讲观，我就是来伫遐咧解说讲德国的基本法20条第4项，因就讲这是人权。啊，伫第4期呢，我阁有写讲恶法非法啦，啊，根据恶法的判决，拢是无效啦。这个是有哪甲美丽岛的政团、甲美丽岛杂志的大多数的人的想法拢一致，就是讲咱要安怎来抵抗恶法。事实上，美丽岛高雄这个人权日迄日所发生的事件呢，完全是一个人民行使伊的集会、游行，甚至参政，这个的权利人权，甲警察的对立，甲行政权的对立。像这款的呢，真侪国家拢是用刑法的妨害特殊，或者是违警犯法，迄款的来制裁尔，来论罪。但是呢，国民党的政府伊用这个军法的审判，用叛乱罪、用内乱罪呢，这个就正讲来表示讲，迄当时的统治是一种威权的统治啦。对于政治的反对者，用这款叛乱罪、内乱罪来制裁。事实上，叛乱罪、内乱罪，伊是挑战的是国家，这个国家的准入的条件，就是讲国宪、国土。啊，政府啊，这个来讲，迄当时美丽岛的高雄事件的这阵呢，伊所攻击的对象的客体攻击的对象是这个警察甲保安警察。啊，上要紧的点就是讲，伊迄当时无攻击中央政府啦，这个无符合颠覆政府，啊是安怎来将这阵民主人士？甲打造是一个叛乱呢，目的就是要打压迄当时的反对势力。啊，伫迄当时的整个来讲啊，这个是无符合的军事审判。迄当时都戒严嘛，无经过合法的定数。迄当时阮就甲挑战讲你戒严根本无总统公告。迄阵都蒋介石都辞职落台啊嘛。李宗仁香港走去美国啊，这个整个的戒严的定数吼，拢总无合法。来宣布，所以照宪法的规定，就是讲人民非军人无受军事审判，这个军事审判嘛是无审判权。啊，迄当时甲挑战的点就是讲，除了这以外，拢用迄当时的法律甲伊挑战啦。所有的内乱罪也是叛乱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拢不该当啦，就是讲无符合内乱也是叛乱罪的要件啦。即拢无符合啊！当然，即个被告拢是应该是无罪。迄当时阮真坚持啦，真坚持，辩护律师真坚持。啊，佫有一点就是讲，迄当时的军法、军事检察官甲调查局，伊拢用即阵来逼即个被告的自白书，但是伫军事审判的时阵，伊无用公开的审判，伫一段期间无公开的审判，拢。非公开的审判等于是秘密审判啦。迄当时大概2月22，当年的过年的2月22，在开庭的时阵，第一日开庭的时阵，阮这辩护律师已经拢是有委任证，啊，应该就爱辩护律师在场，伊也无，伊即马目的就是要叫即阵被告来讲，因认讲啊，较早伫调查局甲。这个军事检察官迄当时的问案甲自逼，拢口径甲自逼，拢是有自由意志。啊，事实上，这完全毋是自由意志之下的自逼，佮就是自逼。准讲有自由意志，嘛是来甲事实来调查，是毋是有相符合，才会当作为一个犯罪的证据。啊，这个拢总无。咱有一个原则，文明国家就是讲罪证有余，利于被告，就是讲你罪证后疑问的时阵，
就爱做无罪的判决。伫迄当时，我真强调，讲这文明国家拢相像欧美，是毋是历史的演进？讲叫做 indubio pro reo， 就是讲罪证有余，罪证有余，利弊被告应该爱判无罪。所以整个来讲，这美丽岛的事件内底被告拢是冤判。啊，个伫迄当时啊，我伫美丽岛杂志的时阵，就有特别讲恶法非法。伫我引用迄当时的一个教授叫做 Rutherford 的理论，就是讲恶法非法啊，根据恶法的判决拢是无效啦。这德国的战后了后，伫纳粹时代的判决，即个非法判决、恶法判决拢是无效。也好加再讲，落尾李登辉做总统伫1990年的时阵，伊做总统了后，才将根据特赦法，将美丽岛的事件判决作为全部无效啦。这是事后啦。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讲，美丽岛的政团伫迄当时牺牲奉献，但是推动台湾，才有可能阻挡啊政党论政，啊，甲即马有咱行民主这条路。是，虽然就看到讲，其实咱这个老馆长有写了一本册啦吼，就是说美丽岛这个大省然后台湾法政这个部分啊吼。其实头拄也讲到，就是抵抗恶法的这个部分，尾啊其实佫有2、3阶段啦吼，就是后美丽岛时期啦吼，就是要阻挡这论证，咱等下再好好讲。啊，其实咱要过来请教，就是讲吼，这个军事审判这件代志，对于当时来讲吼，这个国内这个部分啦吼，迄当时这个媒体啊报道拢是这个一面倒的啦吼，尤其拢是报道这个现警受伤这部分，啊，这个政治受难者这个部分呢，其实拢是该抹黑的啦吼。啊，迄当阵其实这个国外这个媒体嘛有得到这个效应吼，迄当阵吸引到真侪这个国外媒体，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馆长啦吼，就是讲迄当阵这个原文照刊啦吼，就是讲这个记者用到因的笔，会当入去到这个军事法庭内底去听啦吼，听审啊，这个对着这个后辈来讲吼，这个后壁这个民主运动这个发展有啥物这种的这个影响呢？是，就美丽岛事件，也是讲高雄事件的审判吼，这甲过去较无共啊，就是讲会当公开吼，互这个中外的记者媒体来采访。伫迄个时阵，像阮这辈啊，都差不多读研究所也是咧做兵吼，会当看到，除了迄拜四的极光日以外吼，你报纸显开会当看到这个3月18到28吼，中间。靠拄这个拜六礼拜啦吼，啊有9天的时间的这个军法大审，啊这个问答的状况吼，专门照定，啊这是空前的做法啦吼，啊这点应该是讲当局应该估计，以为讲这假使若照这种的审判过程公开，互台湾社会可能会当抬价架高，会当有一个威胁的作用安尼吼。是，这种估计显然是错误，因为迄时阵像阮这个庄脚囡啊，还有伫咧求学的过程，是对政治啊其实无啥物特别的趋向。啊，毋过看了到就，哎呀，这毋知啥物人咧审判啥物人，吼，这个要讲审判的人所讲的遐个颠倒无下普遍的道理安尼啦吼，普遍的价值。所以这项呢，对咱若要讲影响来讲吼，是对咱社会一种政治教育啦吼。啊，不过咱咧看讲美丽岛事件，也是讲高雄的这个大审判、高雄事件的这个案件吼，的特殊性嘛，要注意讲伊参戒严时期的其他的政治案件较无共的，就是讲伊已经是到用这个群众运动来挑战党国体制。哦，因为过去啊，无论你是苏东溪案，还是讲泰源案吼，即可能是有想要用武力。哦，要动用这个枪的啦，吼。啊，讲裴明敏因书生的迄个自救宣言，吼，啊，迄就是较属言论思想，哦，啊，都还未发出来咧，都印好尔，但安尼嘛是要做台独的判断罪。所以甲1979这个就变做讲，其实70年代吼，党外的政团透过选举已经有。证明讲，这个台湾的社会有某种程度的觉醒啦。就是讲每遍啊拄到选举集会演讲场吼，迄街头巷尾吼，足侪人听演讲。也是讲选举的过程小额募款，
吼，即种嘛真侪街头的群众伊愿意去投迄个钱安尼吼，所以即种物件是已经甲1960年像雷震吼，因要做中国民主党无共款啦。所以你若将即个精英甲抓起来吼，像中国民主党可能就瓦解啊啦。是。毋过若是美丽岛的政团，哦，即款的后壁有群众有选票啦。所以你若算的可能有100万票的选票，所以这个人你抓起来要安怎处理吼，是一个问题。啊，当然咱要注意讲，内部有群众的基础，啊外部吼有咱美国的台湾同乡，无论是戴道联盟，也是华派的这个前辈吼，因拢开始参美国国会有相当的交陪，吼有优势啦。所以讲咱表面上讲，国会议员一直咧关心，吼，差不多80甲85、86的时阵，拢不断吼，我看外交部的档案。总统府的档案，拢有收到即个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件，我问讲啊，即摆要加文件讲好无？还是讲是安那习明德咧绝食？啊，即摆什么人林义雄是毋是较早甲放出来？即种物件是不断的一个国外来压力啦。是。啊，伊的后壁呢，其实嘛是有咱台湾的团体吼，台湾人的同乡，参美国国会的即种交陪啦吼。所以即款经验嘛，证明讲为美丽岛事件一直甲1986的这个突破党禁，哦，87年的这个戒严，戒毒戒严吼，其实拢是息息相关。啊，伊的重要性，嘛是安尼，咱看得较清楚。是有影，咱继续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执行长啦吼，就是讲这个咱台湾发生的这个代志，其实甲韩国吼，这个有小连线这个关系。你嘛有写一篇文章啊，讲到这两国伫咧1979年甲1987年这个 regime 啦吼，这个问题吼，咱先请这个执行长甲咱说明一下。美丽岛事件发生的1个半月前，哈，10月26日，韩国的独裁者18年的独裁哈，朴正熙哦，去互伊的中央情报部的部长金在圭甲拍死。会发生这个代志，前提是啥？10月16日哈，釜山甲马山哦，大学生抗争嘛，迄就是压垮朴正熙政权最后一根稻草。伊的中央情报部部长甲迄个伊的总统府的侍卫长哈意见袂合，所以中央情报部部长都下院甲朴正熙甲拍死嘛，遐时因为今年是40周年的这个虎马抗争嘛，我去釜山开会我就发表迄篇文章发表迄篇文章之前，我就先开始找资料嘛。1979年台湾发生什么代志，韩国发生什么代志，到我找了美丽岛杂志我看到第2期我真正惊到迄一个人写的，伊用叶大雄的编译这个名实在我看唔是，我要这个人应该是林宗雄教授，写讲揭穿韩国经济奇迹的神话，对。批判韩国的经济发展真有一个国际化这个观点。所以说我看这不就这里面的都杂志，哪会这么高水准你看目录一看，写的人拢是专家学者拢是台湾社会精英嘛。好，个第3期老师，这篇文章出来了后，韩国大使馆伫台北的韩国大使馆，迄大使叫做玉满浩，伊就写公文给外交部，要求外交部讲。立即把《美丽岛》杂志停刊，干涉内政嘛，到尾《美丽岛》杂志收到这个公文，本来要发一个声明到尾呢，警总去审查讲袂使，这会影响外交，所以第3期咧一直规页拢乌的，这是姚议长甲我讲的规页拢乌的，表示抗议嘛，这第3期，第4期更加趣味。第4期是迄个朴正熙已经死啊，第4期是11月底出来的嘛你看这多精彩，社论都写韩国政变的背景甲启示，到尾搁中间搁一个专题报道迄专题报道我一甲算10几页，要到20页，朴正熙遇刺的这个汉江怒涛下的悲剧，朴正熙遇刺事件浅析，尾仔这个有一篇翻译的金永山，遐是反对党的总裁金永山来访问，所以我讲这个美丽岛杂志这么悬的水准，写的人拢是
高手咧吼，拢是学者嘛吼。是。啊是安怎？啊会去有警总遐个干部，遐个特务吼，袂讲伊这人是暴徒。暴徒。吼，啊这真好笑嘛！伊实在真正暴徒是因。暴徒咧骂知识分子讲你是暴徒。哦，所以我感觉美丽岛杂志互真深的感受就是讲。啊，咱台湾甲韩国咱遐尼共款吼，1979朴正熙遇刺，啊，咱遮先有1月份的迄个鸡仔头的事件嘛吼，是啊，12月美丽岛，啊，过年1980年228第2摆的228事件，林宅血案嘛，啊，搁过一年陈文成命案嘛，啊，到84年江南命案，是，吼，啊，这拢是。为非作歹，我感觉蒋经国用这个的恐怖的统治哈，在吓台湾人嘛。是。好，啊个84年，真正美国嘛受不了，所以互经过压力哈。啊，就啊个尾啊，透过咱台湾透过社会运动，就是环保运动，好反杜邦伫中华鹿港要设手，啊个尾这个劳工运动、农民运动，这种基层的，遐是咱袂使示威嘛，袂使示威哈，敢若。到尾因讲用一个讲法叫做自力救济，哦，自力救济。到86年民进党成立，是，遐是迄个社会力由下而上安尼起来吼，经济个已经挡袂掉啊，所以伊就宣布讲87年7月15要解业，啊，所以共款甲韩国共款，咱看韩国1987年迄个6月抗争吼，是，敢若是由下而上的抗争。韩国学者嘛误会讲，咱台湾的民主化是经济个。好难呢，吼是由上而下。我这边讲错，我原来是对由下而上起来，所以这边互韩国学者真正惊着，伊感觉甲我发表的文章甲我跑破拢规 copy 过吼。我拜托你来改变你的想法，咱两边拢赶快是由下而上，才得到今仔日的民主化。是，有影，咱继续来看讲哦，头拄仔这个。驻执行长啦，吼，甲咱小怪过这4期这个文章，咱来看一个这个美丽岛杂志，伊这个成立的这个背景到底是安怎吼？搁互一届互大家来认捌一下。咱看到这个杂志写的是1979年哦，这个6月7日伫咧台北市成立哦，当阵这个名哦是号做是迄当阵这个校园的这个民歌啦吼，美丽岛。当阵8月24哦，就出刊着这个第1期，累计哦，这个出刊4期，拢总发行超过40万册啊吼。咱来讲着这个杂志成立了后，这个活动甲这个受到攻击这个事件，咱看到这个9月7日的时阵，伫咧台北市中泰宾馆哦，就咧举行着创刊的这个酒会。迄当阵的新党的这个主席哦，叶慕明哦，伊就率领着这个一封。杂志社这成员伫遐等石头来闹场啦吼。10月14号来决定伫12月7日要来高雄举行着国际人权日31周年这个纪念晚会。咱看到11月甲12月拢这个高雄服务处有2届受到这个防攻击啊吼。12月7、9咧，就警察了逮捕着甲刑求哦，宣传这个纪念港晚会这个杂志社这个义工哦，就是咱等下要看这个高山事件。咱看到这个12月7日，就是咱头头讲的这个高雄事件，警方迄当时就是放着这个催泪弹吼，点压着这个暗会啦吼，咱讲这个点压吼，这个未报成阵啦吼，这个事后佫宣称着这个183名这个军警受伤啦吼，查封着杂志社发动这个挑化啦吼，加这个动化人数甲大逮捕，拢总是152个人吼。咱继续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高山事件吼，单局嘛等于到这个现场，咱做回来看。顶回高雄事件现场，单局以事件前一天的高山事件开始。当时29岁单局参加民主运动已经10年，伊想起规个事件亲像一个以高山事件为诱因，用来抓党外人士陷阱。12月9号。就发生叫做鼓山事件，那就是我们的美丽岛杂志社的工作同仁当他要出去宣传12月10号我们人权日的晚会，但是一走出我们到楼下这个大门要走出来，我们就看到警察躺在跟警车。就在马路上，就在那条是大同一路上，就不让我们的车子出去。因为我想，我参与民主运动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警方
反对用这么一个激烈、强烈所躺在马路上，所以这个是很特殊，非常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当时没有什么警觉性啊，他就先有鼓山事件，让你们大家都基于这种对人权、对于人民那种压制啊，大家的愤怒啊，所以所有原来不来的都来了啊，所以现在正好一网打尽，也大概就全部收网，全部逮捕。对当局来讲，高雄事件为11月初9，警察倒伫美丽岛12外口的大路顶悬，就已经开始。只是当时身伫局中，大家啥物拢唔知，敢若知影要去参加伫11月初10的人权大会。我们走到那里，就开始有催泪瓦斯，那种催泪瓦斯是让很多人鼻涕、眼泪，然后有人受伤啊，所以都来这个惠仁医院。那特别在这个过程，美丽岛的很多支持者、党外民主人士就被四周陷阱包围啊，所以这个就第一次的冲突。40年前，我参与民主运动已经超过快10年。我没有看过党外运动种种，我从没有看过这么恐怖的一个现场。这本美丽岛站的设计甲当年事件相结合，玻璃帷幕出入口，亲像双桨合适的祈祷，亲像火把，佮亲像和平混淆标志是重要的设计。亲像景观的变化，台湾为戒严走向戒严，佮到各种言论看起来混乱的时代。在当局眼中，却是民主丰富的实际反映。真正感谢着这个民主先辈啦吼，咱讲民主真正毋是对天顶落来，继续咱要请教咱的主席啦吼。过去人伫这个狱中吼，拢叫你 Captain 啦吼，伫狱中拢做啥物代志？后来就内底真侪人，头一大批人，到尾拢入去司啊，出阮7、8人吼。内底有足侪代志，因拢咧找我。要抗议啊，是要建议啊，是要主张啥，真侪拢找我。其实这是美丽岛运动中间，有真侪人就叫我出主意，所以叫我老大的啦，叫老大。啊，有诶还讲迄种叫 captain 船长啦、队长的意思是安尼啦吼。是。做歹人啦，做歹人是，但是咱看到这个美丽岛事件，这个受难者吼，和这个警长刑求这个状况，咱先做伙来看。咱看到咱有经历着吼，这个成败吼，亲像咱吕秀玲前副总统哦，伊较早是披露互这个审判啦吼，啊嘛去用侮辱等等，啊林义雄呢，咱嘛是成败啦吼，嘛是去用恐吓，嘛是去用拍，还是够用这个烟来烫面、烧喙鬚等等的吼。咱搁看到，咱搁有这个弹福来吼，搁去有这个电棍来毒。拍啦吼，咱继续要搁请教咱的这个主政啦吼。其实咱讲到迄当阵这个军事审判进程，咱头拄嘛讲到第2个228事件，就是林体血案啦吼。迄当阵内底这个受难者内底，这个审判的时阵，拢也毋知。迄当时敢若你知影嘛？你讲这个我听不清楚。228这个咱讲第2届这个。迄种也毋知，上头律师嘛袂晓甲阮讲吼，啊因为有人去外口做2礼拜，伫甲军做伙讲互我知，讲我来知影。是，所以迄当阵迄个这个氛围是啥物？大家拢看到尾也是看到这个林义雄哦，这个大校啦吼，才看到伊安尼，大家才知影。迄是以后的代志，知影以后，因为当时阮的案件，我案件是调查局咧办啦吼。伊伫讲叫阮爱配合啦，爱可以政治解决啦，讲啊道歉啦、悔改啦，莫搁讲即个国会问题，莫搁讲戒严问题，就政治解决你就当出去。啊，看到林勇出风头，我当然不相信，无可能嘛，对无？这种代志已经到这程度，当然无可能讲政治解决，所以说大家就比较至少我
较关键的讲，一定要控证到对。有影啦吼，继续咱看到这个美丽岛事件受难者这判刑甲撤销啦吼。咱头拄讲到这个颠覆政府，较早是讲唯一死刑啦吼，就讲这个2条1这个部分啦。咱来看讲这个被告施明德哦，迄当阵辩护律师是这个郑胜洲，啊，这个判决的这个结果就是咱看到伊是无期徒刑。咱看到这个林义雄这个部分嘛是有期徒刑12档啦吼，辛介森啊是14档，啊，迄当阵吕秀莲的是嘛是12档，咱主政姚嘉文的是嘛是12档啦吼，啊，这个林鸿轩、这个张俊雄、甲李胜雄哦，是迄当阵这个辩护律师，啊，咱看到这个是嘛是有期徒刑12档啦吼，除了这个8位是接受这个军事审判以外咧，其他还佫有37人是伫普通法院来判刑哦，有这个几啊档的这个有期徒刑，啊，除了坚持无罪这个施明德以外咧。其他这个被告咧，拢陆陆续续是假释，也是讲保外就医来出监。啊，1990年代，咱头嘛讲到李登辉当阵做总统的时阵，就宣告着讲美丽岛事件来判决是无效的。啊，施明德迄当阵才来出监，但是爱甲民进党这个头一摆国会过半，2017年才通过着这个促转条例，迄当阵才真正撤销着迄当时这个所有的判决。继续就要咱请教咱的这个老馆长啊，迄当阵头拄也有讲到，就是讲这个群众运动啦吼。迄当阵面对着这个警总的这个压力，迄当阵是用这个酷刑来对待因的吼，来还因迄当阵的这个。我来先讲吼，我美丽岛的事件，我为4个案件辩护。第一个案件就是为施明德甲张俊宏，就是姚嘉文、黄信介这个案件，这个军事审判。第二个军事审判就是庇护施明德，迄阵施明德。伊就逃避咧，庇护啊内底高俊明牧师甲张文英落尾有做市长。是。啊，第三个有若军事审判的案件，都是有迄当时有一个牵涉着讲黄信介讲或者卖麻仔，啊，迄个洪志良，迄个副报之声的一个编辑叫做李敬英。另外，伫普通法院审判的时阵，包括文学家杨清竹、是周明德等，拢总10个人，我为10个人辩护。啊，所以真是整个的事件吼，我接受委任了，我真认真啊。是。这个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的第3日，就是13。13台湾时报就写讲吼，请职业凶手、职业打手来制造暴乱。啊，我伫17日，就是13掠人17。我伫接受辩护律师的委任了后吼，我就去现场照这个去看。伫迄个现场的附近，瑞元路有一个叫做凤凰桥酒店餐厅，是地下室。这个7、80个罗马拢野军啊，伫遮去。啊，伊个军啊伫倒来，我拢去甲调查翕相表示。我甲提出，伫军事审判的时啊提出。伫地方法院的审判时啊，提出讲调迄当时的刑警队长施恩元来作证，伊拢毋啦，叫调王玉芬来作证，伊也毋。啊，事后呢？事后经过10年了后，中国时报有做一个口述历史啊，做这个口述历史的时，才做出来。迄当时的警总的南区的司令叫做常时秀。伊嘛是一个小将军啊，是。伊讲王玉芬叫刑警队长去叫地方的兄弟啊，就是讲这个罗马黑社会的人来运用，要来反制。啊，伊佫讲甲真清楚哦，我看这个军人还佫有相当武德啦。伊讲落尾，伊甲讲王玉芬讲无你在意，你转去。落尾王玉芬佫拍电话来入来，这个将军常时秀在场啦。拍互刑警队长啦，伊讲开始动手对拍，伊才真感慨啦。伊讲吼，伊就感慨讲，这个王玉芬这款有这样鲁莽的行为啦。所以伊事后了后，我甲看这个将军常时秀吼，伊有啦良心有啦，上讲良心话。这个整个来讲，含香港这个演人。迄个北医人的事件拢相像。伊即马即阵罗马吼7、80个因野推啊拍人咧。是。
啊，我也有一个当事人，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啊，叫做吴进明。是。伊交通塌掉咧，伊计程车总甲停路边，总去看老热，对伫后壁化休啦。啊，落尾即个车号，计程车的车号，刑警用即个车号去甲掠人，甲拍到伊的下体流血啦。是。啊，迄整个的事件、高雄事件根本毋是叛乱，就是讲照一般的庭法院、一般的法院来审判，伊是妨害特殊。啊，妨害特殊呢？但是即个完全是用催泪瓦斯，啊叫罗麻带队去拍。是。即个甚至讲妨害特殊，要来被告要来论罪吼，拢经过薄热，经过薄弱，是，经过肉就对啦。是。即个早期以来吼，即几百年以来有一句话讲做陷阱教唆啦、陷阱教唆啦、agent provocative，伫法国来的啦。是。像即款的统治者来用陷阱，啊要来掠人，即拢完全是袂当用安尼来判罪啦。啊，即个高雄事件的整个，经过5年、10年、20年，经过即马40年，你甲看。完全是迄当时的政治单位甲警察，甚至王玉芬甲警察局拢插手嘛。啊，插手来造成暴动。是。所以迄当时有人安尼讲，这是先正而后报。有影。吼，为政先报，正而后报啦。伊甲催泪瓦斯扑入去，啊，搁即个罗马拍头阵。安尼啊，造成一种暴动。啊，即马即个暴动了后，才来判姚嘉文、施明德、黄胜介因叛乱罪，啊，才甲关12年的定刑，12年徒刑。啊，即个完全是一个政治的运作，啊，政治的陷害啦。即个整个就是一场政治的陷害啦。啊，历史安尼甲看，到即马为止，啥物人爱负责？哦，李安总统到迄当时的警长，啊，甲相关的警察单位的人，是毋是无任何人对即个历史来负责？啊，即个证据毋是讲我家己讲的尔，迄当时要叫伊调查证据，哦，按军事法庭，阮就要求讲，叫王玉芬来作证，叫南警的司令、警长的司令常思秀将军来作证，叫刑警队长、警察局长来作证，一概拢无采纳啦。是。啊，这个是完全是一场吼，完全是一场政治的操作打压反对运动。真正是写好剧本吼，设好的这个局，互遮的这个受难者这个摄入去吼。咱过来看讲这个规个吼美丽岛事件对台湾的影响，咱嘛有经历到这个4点吼。这个民众开始关心着咧参与台湾的政治吼。但是咧，陆陆续续嘛发生着咱头拄仔讲者林体血案嘛吼，陈文成命案，1981年个刘甘人这个命案，1984年然后这个部分，咱看到第2点咧是国民党政府咧受到这个国际这个讨论啦吼，党外这个势力的这个挑战啦吼，无过这个称作党外人士是这个野心的这个阴谋分子。咱看到第3点是讲政府。豆豆啊放弃掉一党专政这个路线吼，影响到这个38党内这个戒严令来戒严加开放这个党禁加这个报禁啦吼。咱看到第4点是讲政府的这路线有开始转向台湾民主意识确立啦吼，影响到这教育甲文化、社会、施政等等这方面啊。其实咱讲到这个对台湾的影响，咱来讲到。有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帮站啦吼，就是迄当阵有这个6000张这个批啦吼，来国际做声援啦吼。啊，迄当阵还佫有一个这个关键的这个人物吼，就是作家陈玉诗啦吼。伊迄当阵嘛有做到真侪这个帮站的所在，咱继续来请馆长来甲咱说明的。是这个拄则整理起来，就是讲美丽岛的事件，还是讲关于大审以外有一个案外案哈，就是拄则讲这林宅血案，大胡子家伯哈，伊嘛是被拘留哈，一直3月到5月失去自由，5月才放伊走嘛哈，过来就是这个窝藏逃犯，就是郭俊明博士哈，因为有10个人起诉郭俊明是暗逃嘛，叫做窝藏施明德。第4个就是陈文成，因为陈文成伊1981回来是安那。
会去互征信出不去啊，迄就是因为伊伫咧美国的时阵，就有寄迄个美金5000块迄种机票，啊寄互习明德吼，啊就去互当局检查到嘛，是，所以伊倒来了后，迄个被盯上了，吼，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美国都按以外这4项拢是有相当的后坐力，啊，拢有对社会的冲击安尼，总是讲中国的体系吼，伊若食会过，伊就用压的嘛吼啊，所以如果讲伊若定压的结果是引起着真大的这个反弹，哦，无论是来自民间用选票来平反这受难者的家属，还是讲辩护律师，哦，也是讲这个来自美国、来自国际，吼，你讲 AI 来自欧洲，遐个真济救援的批信。这拢是会互一个，如果讲伊毋是起小的领导人啦，吼，伊若有一个理性的判断的选择，伊应该就会选择渐渐啊开放，就对啦，吼。啊，若无就会对拢嘛，吼。这款效果是真歹估计。那安尼看就是讲，这个改革会当变做可能，吼，是一种有人牺牲啊有。换来觉醒哦，还是讲这个对当局的冲击了后，当局嘛尾啊愿意放手，这是讲这台湾的经验较无共的所在，伊有一个协商的过程，马人的迄个过程，安尼啦吼。啊，当然你若伫执政的当局，伊可能嘛有较激进、较保守的，啊，伫反对阵营可能嘛有较激进、较保守的，哦，这有。角力的迄个过程，安尼来看讲，北控年代尾啊会当走向民主改革吼，安尼可能会较完整。啊，但咱咧看这项的时，嘛爱看讲启示是啥嘛吼？这启示就是讲，除了理念吼，除了这个行动。啊，有这个比如讲拄则咱来宾有讲到香港，吼，这个代志，香港就干那靠香港一定袂成功的，就是爱有这个国际力量，吼，美国有个通过什么人权法案，啊，咱台湾人嘛真侪救援的物件，到这个时阵还阁一直咧行，吼，来自民间这款资源，安尼吼，啊，当然因家己爱坚持，吼，这点才会当天助自助，我想这是。互世界真侪所在启示。是，咱继续要请教咱们执行长啦吼，就是讲，咱头头讲到韩国甲台湾这个关系啦吼，真深啦吼。咱头头嘛讲到这个518公州啦吼，这个民主抗争，这个官方媒体哦，拢一直用到这个宪警受伤啦吼，人民是无受伤，安尼这个讲法啦吼。其实迄当阵，这个咱执行长嘛是做记者这个部分，嘛知影迄当时这个媒体是安怎来抹黑这个这个受难者当事人啦吼。迄个美丽岛事件是我人伫台北吼，因为我高雄我遐是伫中国时报，联合报吼，联合报伫高雄有支社嘛吼，支社嘛有点记者，所以我无需要伫台北拍咧吼。第一现场我无采访，毋过呢，伫台北吼，遐是一寡讲什么军人啊、宪兵受伤吼，毋过国民党动员一寡迄个影歌星吼，去病院甲伊慰问嘛，吼。共款是这部，嘿，阮就爱去采访啊，我去病院几啊遍啊，拢看迄蒋光超吼，带一寡演歌星吼去慰问遐个受伤的警察啊，吼受伤的宪兵啊，有讲真好笑，下一日他袂讲吼，伫联合报的时咧看迄个联合报发表的社论，还是讲专栏，吼，我感觉对迄个省议会开始吼。伊有一个黑白纸嘛，就开始咧批判遐个省议员嘛，吼，林义雄何意何雄，叫林义雄过嘛吼，到尾林义雄败诉了，遐个是省议员，个苏洪月娇甲黄玉娇，吼，或者甲西罗讲这绝代双骄，你看联合报遐是咧负责迄个比证吼，咧负责社论专栏的人或者黄年啦，黄年是我政大学长吼。伊读新闻迄时啊，1972年10月24，台湾去联合国读出来嘛。迄伫4月人考试的时候，伊一个人徛起来吼，唱国歌啦。讲今仔日咱去联合国，咱退出联合国，真悲伤的日子，我要唱国歌。迄讲伫4月人考的500几个人，大家心情拢受到影响，大家拢酷爱伊，是黄年嘛。黄年就一举成名嘛，强出头嘛。到蒋经国的召见啊。
召见了联合报王体武老板哈，对啊，黄连甲罗致到联合报嘛，迄总统爱的人哈，等于是蒋经国坑伫联合报内底的人嘛，所以到尾咧写，你看伊写的文章，迄个疾风，吼，啊，甲即卖迄个什么爱国同心会，有什么差别？啊，即款的人，我真正真怀疑讲，伊敢要甲伊家的迄个写的专栏、社论的文章收集一本册哈，叫做台湾政治发烧啦。迄你家己头壳底发烧，你咧骂台湾人发烧，吼，啊，拢伊遐批判性的文章。我咧真怀疑讲，你即摆你家己看读过去你写的文章，你感觉感觉见效？吼，写个安尼，好，迄批判性那么强吼，所以我是讲，因完全无反省能力，吼，啊，干那伫遮大，伫遮食台湾米、食台湾水，啊，无咧管他这片土地，吼，啊，所以因的迄个高级外省人，吼，迄个优越感，吼，爱咧批判咱台湾人，我感觉这足合的，所以遐是媒体，你无可能讲，因为国民党在控制嘛，你无可能公正报道，还是讲照事实去讲，吼啊，到尾这知影讲，哦，原来我要另外讲一样代志，蒋经国吼，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真复杂，真阴险，吼啊，几变变质的这款性格，啊，我即马我前两天看到因蒋经国的私生子的囝，要选举嘛哈，伊讲蒋经国是台湾最怀念的人，哦，我听起来我家母陪他唱啊，你仔细去研究蒋经国的恐怖统治，哈，你绝对袂讲伊是好人，哈，啊，因为伊去用批评讲蒋经国是坏人嘛，啊，实际上伊是一个性格足复杂，哈，啊变来变去啊，家己变质，哈，啊多重性格哈。啊，所以迄个完全是去有媒体哈，甲造神嘛，营造出来啊，变成讲哦，民主也是伊的功劳。是，你若无咱大家安尼对基层开始安尼拍拼，安尼甲伊冲拼，伊哪有可能松绑，对吧？所以我感觉真正美丽岛事件这个世代哈，感觉蒋经国冲撞这个人哈，真正是足得到咱台湾人尊敬的人。是有影，咱就看到迄当阵哦，这个受难者吼，这也是讲这个家属啦吼，迄当阵参加着这个选举，尾来拢是大赢啦吼。甲这阵香港这个 case 是共款的啦吼，咱都继续来请教咱的主持人吼。最后用到1分钟的这时间，就是讲迄当阵咱的这个共款是老馆长周秋勇老馆长吼，迄当阵是这个为着你来出征啦吼，迄当时这状况你嘛有了解到啦吼，啊，感觉到真感谢咱的老馆长无？因其实就是大家社会对伊的支持啦，吼，伊当然伊是毋捌政治，毋捌选举，就是因为我咧管的时阵吼，需要有人出来选举，来代表美丽岛，代表我，啊，伊出来了，对一个无经验、佮无经济力顶人吼，得到很大的支持，伊嘛行一条。然后蒋经国伊当时为着跩人当选吼，伊伫国民党中党部拢。坐伫伊遐为等2-3点钟才转去，伊大概想足多，想足多啦吼，互伊足大的刺激。伊听讲伊得到的情报是讲最后拢袂调，最后拢调吼，所以这个应该对来讲是足大的刺激。有影，所以咱要来继续看讲哦，迄当时这个40周年，咱都爱记哩这件代志，互咱的这个 case。最后要邀请到各位乡亲好朋友啦吼，做伙来听这条美丽岛。
上天上树。